就喺早幾日，英超官方公布咗今季最佳收購，得獎者係曼聯門將拉文斯。老實講，我見到呢個結果，第一反應係都幾合理啊。但我再諗深一層，佢係咪真係最佳收購呢？我又會覺得未必。首先俾個名單你哋睇下先啦，有列斯聯嘅前鋒卡法路雲，曼城中前場攻擊手卓基，阿仙奴前鋒約基利斯，車路士前鋒祖奧柏度，曼城嘅右翼斯曼尤，班尼茅夫嘅左閘杜菲，同埋新特蘭嘅中場格列沙卡。睇完之後，你同唔同意拉文斯係最佳收購呢？不如 comment 分享下你嘅睇法。首先，我絕對同意拉文斯呢個收購係平靚正，大約1800萬英鎊，由比甲嘅安達衛普轉會去曼聯，坐穩咗正選，穩定翻曼聯個龍門位，而且觀感上好過奧拉拿同巴恩迪爾好多啊。當然我唔會話拉文斯係英超第一龍門，但至少我依家睇曼聯比賽，俾我感覺係個龍門位好似定翻好多喎，唔會派膠，接高波又唔會甩手，又唔會學拉拿咁教夏蘭特射12碼應該射邊一邊。咁呢個穩定性啊，其實已經好重要。講完感覺，咁做人都要科學少少㗎，俾堆數據大家睇下先啦。拉文斯英超出場咗32場，79次撲救，8場冇失波，而且32場入面有28場不敗。對一個23歲第一季踢英超，仲要係踢曼聯嘅門將嚟講呢份成績表絕對收貨。咁同其他門將嘅數據又點比較呢？我哋先睇睇不失球場數。如果睇呢樣嘢冇得講，一堆龍門好過拉文斯。但係睇龍門好唔好呢，就唔係咁簡單嘅喎。因為不失球場數呢，仲要睇埋成隊波防守掂唔掂嘅。咁呢樣嘢好易明啊。如果冇人射到你，咁就梗係唔會失波啦。所以我哋不如睇下另一個數據 ，goal prevented， 即係阻止咗幾多球本身應該會入嘅波。咁呢個表就非常明顯啦。拉文斯呢就係排第一。咁我哋再睇下曼聯有拉文斯同埋冇拉文斯嘅時候嘅分別。拉文斯喺頭6場呢就冇上陣嘅。咁我哋先睇睇佢冇上陣嗰6場，同埋佢只有32場英超有上陣嘅數據比較一下。拉文斯有上陣嗰32場，曼聯平均每場拎到2分；冇佢嗰6場，曼聯平均每場拎得1.17分。如果純粹咁樣去睇，有佢同埋冇佢就差咗0.83分一場。然後我哋再用一個非常之唔嚴謹，而且非常之粗略嘅算法。如果曼聯32場呢，拉文斯上陣嘅賽事都係踢翻冇佢嗰6場嘅平均1.17分呢，咁32場呢大概只會拎到37分。但係實際上有佢嗰32場呢，就係拎咗64分，所以個差距呢大概就係26至27分。咁當然我哋做人唔可以咁天真嘅，我哋唔可以直接話拉文斯一個人幫曼聯執多咗27分，因為每場嘅對手甚至乎曼聯嘅領隊都由阿摩廉轉咗做卡域克啦，成個陣容同埋最重要中堅，例如馬天尼斯、麥加亞可以出得翻嚟，咁所有嘢加埋都會令個數據非常之唔同。但係作為一個好粗略嘅評估呢，拉文斯對曼聯嘅重要性呢都真係幾明顯。所以我同意拉文斯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收購，亦都可能係曼聯近呢2-3年最好嘅收購之一，甚至令到我呢個非曼迷啊都要研究下當初曼聯點解會揾到拉文斯翻嚟。然後我睇咗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話，原來曼聯個球探部啊喺2019年開始已經 mon 住拉文斯，真係講一句小弟佩服佩服啊！好啦。我哋睇下官方原文呢一個最佳收購嘅獎嘅定義係乜？佢嘅英文係寫 The player to have made the biggest impact for their new club in the 2025 and 26。咁我哋再睇下每個人選嘅數據。卡法利雲入咗14球，仲要非常之奇怪，今季係冇傷過嘅，直頭係列斯聯護島級最重要嘅一員之一。卓基去到曼城之後有創造力，有助攻。下半季就更加見到佢已經變成咗曼城進攻嘅核心之一。約基利斯去到阿仙奴，唔好同我講佢咩首季入超過20粒，咩同亨利山齊士、遠古嘅伊恩胡禮睇齊。我哋只係講翻英超，咁約基利斯就入咗14球，都算係阿仙奴拎冠軍嘅重要一員。
但係冇咗約基利斯，阿仙奴會唔會死呢？我真係答你唔到。祖奧柏度喺車路士15球5個助攻，咁雖然車路士整體嚟講咧就唔係好好睇，亦都唔係好順暢，但係祖奧柏度自己個人嘅輸出咧其實係幾靚仔嘅。咁倒飛啦，去到班尼茅夫踢左閘，幫球隊入到歐洲賽，佢嘅影響力其實都唔細。咁我哋睇下最後嗰位候選人格列沙卡，英超上陣34場，入咗1球6個助攻，就咁睇冇咩特別啦，嗬。咁就等我詳細講解下格列沙卡呢個 case，俾只係睇數據嘅朋友或者唔睇中型班球隊嘅朋友了解下係咩一回事。咁格列沙卡去到新特蘭呢，就即刻做咗隊長，帶住一隊升班馬踢到第7，拎到歐霸嘅參賽資格。唔好唔記得呢隊升班馬呢，本嚟班人就非常之後生，係冇一個大佬 lead 住咁去踢嘅。格列沙卡係一個有經驗、有領袖氣質嘅中場嚟嘅，過到嚟之後直接改變咗新特蘭呢一隊波嘅氣質，直接幫佢哋升咗一個 grade。咁呢個咁標竿立見嘅影響力呢，其實同時間咧又好難用數字去量化，因為格列沙卡咧就唔係踢前鋒，冇得講入球數，又唔係守籠，冇得講撲救數，又唔係進攻中場喎，所以唔可以拆咗咁數。但佢的確係一條友令新特蘭呢隊波升咗一個檔次。我哋再睇下數據，新特蘭冇格列沙卡嘅4場波，1-3輸咗俾韋斯咸，3-0贏咗班尼，0-3輸咗俾阿仙奴，0-1輸咗俾利物浦，即係呢4場波1勝0和3負，入咗4球波，失咗7球波。而新特蘭全季最後踢咗38場，贏咗14場，和咗12場，輸咗12場。咁如果計翻出嚟呢，其實呢個數據呢，就見到格列沙卡有上場個34場，新特蘭平均一場拎咗1.5分，冇佢嗰4場呢，平均一場呢就淨係拎得0.75分，都係嗰個道理，對手唔同，所以呢個參考價值未必好大。然後我哋再睇埋平均入球嘅差別，有佢嘅場數1.12球一場，冇佢嘅場數1球一場。但係咧失球咧就更加明顯啦，有格列沙卡咧平均每場失波1.21球，冇佢嘅時候咧平均一場失波咧就1.75球。咁呢個數據咧就好符合到格列沙卡嘅價值啦。佢咧就唔係入好多波，但係咧佢就係穩住中場，控制節奏，有位置感同埋有領袖能力嘅球員嚟嘅。咁如果你要我實際拎一場波嚟講咧，咁就啱啱好。我4月嘅時候睇到新特蘭對熱刺呢場波，咁咧呢度俾張圖大家睇，你上網都揾到噶啦。咁咧呢度想講咩呢？就係格列沙卡一條友頂晒3個熱刺中場嘅數據，你話黐唔黐線？夠唔夠影響力？係咪一個例子顯示到格列沙卡一個人撐起咗新特蘭成條中場先？所以依家就去到真正嘅問題啦，講影響力。拉文斯的確係救翻曼聯門將呢個非常之重要嘅位置，但係格列沙卡係一個人改變咗新特蘭成隊波嘅級數，而且唔係得我一個人咁樣諗嘅喎，有唔同媒體同埋球評圈入面咧，格列沙卡咧都有唔少人 buy 佢喎，例如 Guardian 即係衛報啦 ，Talksport 係早到情形季中啊，已經話格列沙卡係今季最傑出嘅收購。咁佢仲提到有幾個人，例如阿里麥科斯呢個唔識譯，帕魯亞、艾蘭迪斯都讚格列沙卡嘅領導能力同埋場上嘅影響力嘅。嗱，講咗咁多，入重點啦。咁究竟今次英超官方呢個最佳收購得獎者係點樣揀出嚟嘅呢？英超官方上面寫得好清楚，今次呢個獎係球迷投票決定啊！即係咩呢？唔係專家評審，唔係淨係睇數據嘅，唔係教練，唔係傳媒投票揀出嚟嘅。你可能會抽秤我，呢班人都可以係用球迷身份投票噶嘛。但係呢，今次呢個獎係球迷投票決定呢一句呢，就好自然令人問一句：拉文斯拎到呢個獎係咪有少少靠曼迷
幫拖嘅成分呢？諗真啲，曼聯本身呢就係大球會，球迷嘅數字可能係英超20隊入面最多嘅喎。嗱，咁就更加唔使講球隊嘅曝光率啊，都同新特蘭同埋班尼茅夫呢啲中型班係完全唔同級數啦。咁至於拉文斯贏合唔合理呢？我一早講咗佢平靚正，但係同時間官方咁搞法，真係會俾人覺得一方面拉文斯拎呢個獎係值得拎，但另一方面又好似因為有龐大曼聯球迷嘅流量呢去加成咯。咁當然選舉從來都冇可能100%公平公正嘅，選港者都可以嘟姐投2票啦，都可以諗 server 啦。咁所以我嘅總結就係拉文斯係絕對最佳嘅轉會之一，但如果你要我揀 best of the best，咁我會揀格列沙卡，或者簡單啲啦，學掌門人講打和啦 super。好啦，喺最尾講返笑話過你聽。有人問我點解今年呢個獎唔係俾班奴拎啊？你教我應該點答佢啦。最後記得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呢類足球嘅分析，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分享出去啦。我哋之後會繼續做呢啲足球分析，講足球冷知識、足球與科學，同埋一啲表面睇落去好似好普通，但其實我哋值得深究嘅足球故事。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